咱要来恭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雅各书第1章19节到25节。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啊，恁每一个人拢应该随时注意听别人的意见，毋通急要发言，搁较毋通容易生气。人的生气并袂当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。所以，恁着脱离一切不良的习惯甲邪恶的行为，用顺服的心接受上帝种伫恁心内的道理，就是迄个会当拯救恁的道理。总是恁毋通欺骗家己，掠做简单听道理就有够额，反倒转。恁必须实行道理。迄个听道理却无去实行的，拄亲像一个人对镜咧看家己的面貌，详细看一叠久，然后行煞位，两边袂记得家己生做啥物款，总是严密查考迄个完整，搁互人得自由的法则。来谨慎遵守的人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，乃是切实来实行道理的人。即款的人，伫伊所做的事顶面，一定受上帝赐福。以上是上帝的话。咱所敬听的蔡正道主任牧师，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伫上帝话中蒙福，伫上帝话中蒙福，请咱来注意、注心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，互大家会当得到福气的工具。因为咱在上帝听咱，为咱准备一切美好的代志。上帝无留一项好物无互咱，伊用好物做咱的心愿。然后上帝有互咱一个真好的礼物，就是圣经。这是真宝贵而且重要的礼物，就是上帝话圣经。所以咱今仔日要来用心来学习，安怎透过上帝话来得到福气。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因为你透过每一个敬拜赐福互阮，你透过敬拜，互阮甲你亲近，你也亲近阮。特别透过敬拜，你将你的话互阮，会当诚做生命的帮助。所以主啊，这是阮要用较无的心来迎接你的话，求你帮助阮，排除一切你无欢喜的事，互阮用静静的心领受你的话，无任何阻挡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讲上帝的话，就是圣经，意思是讲圣经是上帝要对咱讲的话，伊交代咱的代志。圣经亲像啥物呢？我有一个经验，伫我去瑞士进修的时阵，有一个周末。所以我就安排一个3天的旅程，想要去无共款的国家去踅踅。我安排旅程是有一步的时间，我伫瑞士的这个东部的所在游览，然后我就坐火车到德国去拜访一对夫妇。这对夫妇是我伫大学的时阵团契的朋友，因伫德国伫遐读册已经10外冬，所以我想讲去拜访伊。然后，伊会替我安排伫德国的行程。然后我打算用上尾一天，会当对德国坐火车坐马车到即个法国的首都巴黎。伫遐，伫这巴黎的所在，会当有1天的活动。了后，我较坐火车登去日内瓦的所在。我感觉这安排真好。嘛，照安尼开始旅行。我到德国的时阵，我一落火车，我的朋友就伫火车头咧等候我。叫我去因兜
伫遐食饭开讲，讲起真侪只大学时代的代志，我真欢喜。啊，伫要困之前，伊就问我讲：啊，明仔载我这德国的行程我已经帮你安排好啊，啊，你最后一天你拍算要安怎？我就来讲我的计划，讲我要去巴黎的所在佚佗一天。啊，伊就问我讲：安尼你有准备无？我就讲啊，开着个啥物准备？就坐火车去到遐，啊，搁对火车头搁坐车，等于日内瓦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啊，若袂晓，都开喙人问就会使啊。伊老讲：你毋通想遐尼简单。伫法国吼，大多数的人拢无要讲英语啦，会晓讲伊嘛无要讲。啊，所以你去人问吼，你就问袂通啊。啊，我阁袂晓讲法语。啊，而且伊老讲吼，伫法国巴黎有6个火车头啊。我对德国坐去的火车头，落车的火车头，甲我对巴黎要坐等于甲日内瓦的车头是无共款的。我讲原来是安尼哦，安尼要安怎？伊就对伊的册架啊，摕2项物件互我。一个是即个巴黎的地图，地图，互我知影迄个地图要怎用。啊，第二就是一本介绍即个真侪欧洲的城市的中文的说明书，旅游的册的说明书。啊，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咧讲巴黎即个城市。伊讲吼，你坐火车的时阵吼，小可读一下，准备一下。啊，好佳哉有即2项物件，一个地图，啊，一个旅行的说明书，互我会当真安全伫遐佚佗。因为这说明书顶面就我讲，倒位较好佚佗，要食啥物物件爱去倒位买，啊，倒位是较无安全的所在。所以我就伫遐早起时，我坐火车去到遐早起时6点到。暗时6点外坐火车等于到日内瓦，一切拢真顺利。好佳哉有即2项物件，这就互我想着讲，咱的人生亲像一个旅行同款。咱伫即人生的旅行，有哪需要有地图，需要有说明书。如果你若有一个真好的说明书，会当帮助咱伫人生即旅程中间，得到真好的指示，互你知影安怎较安全，安怎较袂危险。互咱知影，咱人生的最后的目的地是伫倒落，因为这是上帝要交代咱的话。咱若照即个说明书的指示，照即本地图的指示，咱就会当平安到伫上帝爱咱去的所在。所以这是圣经对咱真大真大的祝福。今日咱伫台湾，真简单地当摕到一本圣经，你咱去册房买，甚至你去住旅社的时阵。旅社每一个房间差不多拢有圣经，全世界总共2000多种无共款语言翻译的圣经，出版真侪真侪，而且圣经自古到今，真侪人透过这本生命的册来得到帮助。所以圣经确实会当互咱得到福气，因为圣经是一本充满祝福的册。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见着真侪充满安慰、充满愿望、充满智慧甲能力的话语，这对咱人生的过程，互咱极大极大的帮助。咱看见伫圣经中间，保罗捌写批互伊学生提摩太，因为伊知提摩太咧牧养一间教会，这间教会可能会产生一寡问题，而且当时阵世间有真侪异端兴起。提摩太佫是一个真少年的传道者，所以伊写一张批互提摩太来交代，讲你嘛爱记即你自细汉就明白的圣经，就是会当互你智慧，引带你借着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拯救迄本册。所以保罗甲提摩太讲，你自细汉就读圣经，你要运用即本圣经，互你有智慧，互你伫牧养教会过程中间会当得到帮助，而且会当互真侪人照着圣经的指示，因为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拯救。所以咱明白圣经互咱一个足大足大的祝福，伊会当互咱智慧，而且也当互咱透过信耶稣基督来得到拯救。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中间，雅各书的作者嘛，甲咱讲，圣经绝对会当互咱得到福气。咱拄则所读的25节，我这是好学本的圣经，咱来看一下。伊讲独迄个详细查看，迄个专备，互人得到自由的律法。这律法就是指旧约圣经，而且时常安尼
这个人毋是听就袂记住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伫伊所行的顶面的代志顶面，的确得到福气。所以圣经的作者甲咱讲，咱用心去查考圣经，会当互咱得到自由，得到透放，并且咱若将这圣经的话语来实行出来，咱的确伫咱所行的代志顶面得到福气。但是同时，咱嘛爱明白一点，虽然圣经是一本会当互咱得到福气的册，圣经会当带互咱足大的祝福，但是无代表讲你有一本圣经，你会当对圣经中间得到利益。咱爱学习使用圣经的方法，就是你也知影爱使用这本说明书，安尼会当互这本祝福的册成做咱的帮助。因为真侪兄弟姊妹。上界大的困难，毋是无要看圣经，是看毋捌。所以牧师要用2礼拜的时间，透过咱所读的经文，甲大家来学习安怎去了解圣经。今日咱来讲态度的部分，后礼拜咱来讲安怎实行圣经的部分。为着互大家更较明白咱的圣经，所以咱来看咱的周报18页。对即礼拜开始，牧师拢有将牧师讲道的大纲拢会写伫18页，中间有一寡无写着的，迄就是要互你家己写，因为你若一边听一边写，你会记得较清楚，所以18页的所在，大家会当，如果你若需要，你会当照这个大纲来一边听一边来领受。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就是咱要对上帝话得到福气。第一点就是，你读圣经的时阵你爱准备你的心啦。咱顶回有咧讲敬拜的时阵，敬拜的时阵，咱咧听上帝的信息的时阵，嘛是爱准备咱的心。相反，咱咧读圣经，你爱将你心禅来整理好势，互伊会当来真好来领受上帝的话。咱拄则所读的经文，安尼讲这21节。后壁段，伊安尼讲，所以咱脱去一切误会甲惯乱的邪恶，遵温柔的心领受迄个所栽种的道，就是会当救恁灵魂的道。所以这段经文甲咱讲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雅各书的作者伊将咱的心比如做一个田园。所以讲，爱存温柔的心去领受迄个所栽种的道。意思，上帝的话那亲像种子相款，要栽种伫咱的心。所以咱爱准备好咱的心啦。所以要伫上帝的话来得到福气，第一步就是爱准备好你的心。伊咧讲即个比喻的时阵会互咱去想到耶稣基督捌讲一个比喻。伫福音书中间，咱看到耶稣基督捌讲一个比喻，就是讲。有一个人出去野种子，对无？伊野种子，伊讲伊野的时阵，有一寡种子落伫路边，落伫路边，这飞鸟来一看到，但这种子食去，都无去啊。有一寡是落伫这个土真浅的石头地顶面，虽然有土所以马上就生根，但是因为迄下骹面是石头地，所以根无法度侵入。所以这是要布染了，日头一照落，无偌久就枯干去。佫有诶种子落伫这刺皮中间，伊会长大，但是刺皮比伊大较大，所以刻掉诶，互即个是要无法度生长。当然有一寡种子去压伫好土诶顶面，伊就长大结实，收成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。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。拄仔刚刚古书的作者所讲的这个真合。这个比喻中间有一个重点，咱看见着这个野种的人，伊野的种子拢是相共，但是因为落伫无共款的土里，所以伊的结果无共款。相反，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是相共的，咱所读的圣经是相共的。但是一个有准备好心的人，甲一个无准备好心的人，伊所领受的结果是无共款。所以准备好咱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。
雅各书的作者有2项提醒。第一项，伊讲咱爱除去迄个误会甲邪恶。除去误会甲邪恶，意思原文是讲脱去啦吼。意思讲一个人将迄个误会的衫脱掉，意思讲咱爱去杀过去不良的习惯。这误会吼，原文来用伫即个误会即字来用伫医学上是指这耳塞。意思是讲吼，你爱将你耳孔内底阻碍你听智慧言语的物件来除去，详细来听。所以雅各书的作者咧劝勉所有兄弟姊妹，你爱先将你心中的杂念来除去，所有阻碍咱领受上帝话的物件，你来除去。有啥物物件会阻碍咱领受上帝话？我感觉有几项。第一项就是骄傲。有真侪人咧看圣经，看真侪册，咱是用批判的态度咧看，但是看圣经你袂使，你袂当去批判圣经，你要用圣经来批判你的生命。这第一项骄傲，你要来除去。或者是这野懒，有个人读圣经读到变形式化，有读就好，有读读无入去，你要求上帝将这个物件来除去。佫有真侪咱这无好的习惯，咱来除去。通互上帝的道会当进入咱的心中，所以咱要安怎得到清气，就是认罪。拄只书会我中了有带咱做认罪祈祷，我感觉真好。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明白咱是一个有罪需要改变的人。咱透过认罪，求上帝将这个不义把咱洗清气，互咱用清气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。约翰一书的第1章第9节讲，咱若认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，的确赦免咱的罪，洗清气咱一切不义，互咱用安静的心来领受，除去心中这杂质，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雅各书的作者讲，咱要存温柔的心啊。存温柔的心吼，咱若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是翻译做顺服的心。就是讲，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吼，你毋通用你家己的意念去解说上帝的意思，你要了解上帝真正的意思，咱爱去顺服伊啦，爱放弃家己的意念。有的人吼咧读圣经，就是爱圣经来证明伊家己做的是对的，安尼无法度互圣经改变咱。当然关系读圣经的方式，牧师伫明年度有一个训练会中间。我会甲大家较详细分享。我今仔只有要提醒大家一点，就是讲，你要将你的心变做柔软，毋通心伤定，亲像迄个亚种的比喻相共，压伫迄个石头地顶面，种子就无法度生根嘛，就无法度成长，无法度结实嘛。所以你的心爱柔软落来，愿意互上帝话来改变咱。若要读的方式牧师有一个提醒，就是上较重要，爱用耶稣基督的福音做中心的方式来了解圣经。相反一个圣经，真侪人有无共款的解说，但真正爱解说，咱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带来什么款的意念？咱用这个做中心来了解。咱看见着伫圣经中间有一群人嘛，足够解说圣经。什么人？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嘛，因对圣经拢真熟嘛。因对圣经差不多拢会当背起来，但总是因拢看迄个圣经表面上的这规条，结果因传讲的信息就是指责、定罪、带互人重担的信息。但是拢看见着耶稣无共款，耶稣所传讲的信息、解说的圣经是充满上帝的怜悯甲疼，毋是教条。耶稣所传讲出来，就是要讨帮咱，互咱伫上帝话内底会当得到安息，毋是教条，是进入咱的生命，要为咱生命带来更新改变。所以，请咱用温柔的心，求上帝伫咱生命中间同工，互上帝话来改变咱啊。所以，咱伫要领受上帝话，要读圣经之前，咱来求上帝讲，求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同工，互我的心柔软来，我愿意顺服你的教示。
即种诶读圣经诶态度，才会当带来极大诶快乐，是改变诶快乐。第二项，当咱心禅准备好，咱来欢迎上帝诶话。上帝咧夜静诶时阵，咱来欢迎上帝诶话。咱拄则所读诶圣经中间，拄则咱所读诶迄节吼，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做用顺服诶心接受上帝种伫你心内诶道。这接受吼，伫和合本诶圣经翻译做领受。其实伫希腊文诶原文中间是诚心欢迎，真欢迎上帝诶道进入咱诶心中，因为上帝诶道是咱诶祝福嘛。咱若去一间餐厅，正常吼，咱若入去一间餐厅，这餐厅员工头家会甲咱讲欢迎光临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人客是这间餐厅诶祝福嘛。你入来，这间餐厅就有收入嘛。因为人客是伊祝福，所以欢迎伊入来。你若无欢迎吼，人客无爱来。我有一遍，阮全家吼去台南一间店餐厅食饭，入去了，我迄间餐厅的气氛真奇怪，阮一组人客尔。我看迄头家甲头家娘吼，可能当下冤家吼无啥欢喜。菜单要点的菜单用等的，阮点了吼。我阁提起迄柜台来讲，我要食这。然后我转来了，我甲阮牧师娘参详讲，咱敢有做毋着啥物代志，看安尼怪怪啊，拢无欢迎咱，我物件摕来拢囥的，就走的。结果阮食了，我甲阮囡仔参详讲，即间餐厅阮以后可能袂来啊，都无欢迎阮。所以因为因可能感觉讲有恁也会使，无恁也袂要紧。咱若咧领受上帝话，若用即款的态度，有会使，无嘛袂要紧。即款上帝话无法度改变你的心啊！你要欢迎伊入来。所以雅各书的作者互咱两个提醒：第一，就是爱较无欢迎。伊讲，恁逐人爱，这是和合本的圣经讲，爱快快听，慢慢讲。我咧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感觉奇怪，什么叫做快快听？那么叫人快快讲，靠人快快听。快快听的意思就是讲，你期待这个讲的人会当快快讲。所以伫礼拜日咧听牧师讲道的上界标准的姿势是啥物？你敢知？就是恁爱坐伫迄椅仔头前，用头前安尼，头爱往头前看，目睭爱剔大大蕊赶紧讲，赶紧讲，你若安尼听因为牧师咧讲道拢做有规律的做受着激励。你若坐伫遐讲，哎哟，较伊讲遐久，遐啰嗦，赶紧讲好了。牧师讲就讲袂落去啊。所以你有迄个期待，较无的心讲，快快讲，快快讲，我要领受，我要领受。像一个迄囡仔咱有迄照顾细汉囡仔迄囡仔咧食牛奶拢啦。你来拄过伊了，一直输，哇，巴肚枵，较赶紧食。咱有即款较无的心啦，所以快快听意思就是较无的意思。咱有种较无的态度，恐惊讲我若无较无的时阵，那即句听无清楚，安尼那错过了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啦。慢慢讲，就是意思来讲，咱毋通讲啦，因为你若一边讲，你就无法度听人讲话嘛，你若一边讲话，你免听人专心听人讲话，爱留心来听，爱专心来听，爱较无欢迎，这是第一种态度。第二种态度就是爱平静领受。拄则所读的经文和合本的圣经讲爱慢慢生气，慢慢地动怒，意思讲咱爱有一种平静的态度，因为这种平静的态度，互你领受较济。当你若咧生气，你咧艰苦，你心内有苦毒，你咧怨恨别人的时阵，你人坐伫遮你听无济啦。因为你心咧嘎嘎滚嘛，因为想你家己的代志嘛。你敢知若有一个人来找牧师，要甲牧师甲伊讲话，伊若一边讲一边哭，通常我拢袂讲互伊听，我讲你继续哭，哭到你要听，我较要讲。因为你一边哭，你就无法度听我讲的嘛，你若苦劝伊就听袂落嘛。所以咱真正爱明白，
就是咱爱用平静的心来领受，爱用平静的心来领受。明仔互咱有平静的心，互咱有较无的心，就是咱透过咱的敬拜、吟诗、祈祷、学乐、感恩。咱宣教师拄则咧吟的，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安那学乐入伊的院。咱要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，你要先入拜门，先入拜伊的院，先入拜伊的门嘛。入拜了，咱才会当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嘛。所以就是用感谢，用学乐。你咧感谢一个人，你咧学乐一个人，你就会将焦点集中伫伊的身躯顶嘛。咱咧学乐咧感谢上帝的时阵，咱就将迄个焦点集中伫上帝，毋是集中伫咱本身。所以当咱祈祷、感谢、学乐，咱将迄个焦点集中伫上帝的施恩宝座的时阵，上帝的话就当透帮咱。这爱平静领受。然后今仔日的最后一个部分，牧师要甲大家来讲，就是你爱互上帝的道伫咱心中动工。这孕育的孕，来咱写做怀孕的迄个孕，互上帝的道伫你的心中动工。所以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，第23节到24节安尼讲，因为听道无行道的人，就亲像人对镜看家己的本来的面貌，看见然后走，马上就袂记起伊的面貌。当然，这是咧讲着讲听道了爱行的即件代志。这后礼拜咱会继续即个主题来讲。牧师即个时阵要爱大家将咱的焦点放伫上帝话语的功能。伫遮我告诉大家讲一件事，讲圣经亲像一面镜，亲像咱拄则所念的圣诗，圣经亲像一面镜。镜的作用是安怎？镜的作用就是互你看见你的真相，你的实况嘛。你咱下早要出门之前，你有照镜无？因为咱知影暗时困去头毛会愈苍苍对无？面这个有目屎膏所以你爱照镜，了解讲你的实况是安尼。当然，你照镜了，你就爱来洗面洗洗，整理你的。这是后礼拜要讲的。但是你明白就是讲，你爱先去照镜，因为照镜是要互你明白你外貌真实的状况。相反，圣经是要互你看见你心内真实的状况。所以你要对圣经得到福气。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互上帝你的内心动工，求上帝透过伊的话语来更新你。请会注意是更新你毋是更新别人。咱有时咧读圣经，拢是替别人来读的。我讲这个人来看这段圣经，毋知偌好诶，伊就是拢犯即款罪啦。伊礼拜无要来，牧师咧讲，都咧讲着伊。请大家爱记住，圣经是咧对你讲话，更新你，安尼才会得带来作用，才当祝福你。你莫为着别人去读圣经，你先为着你家己来读，为着家己来读圣经，先改变你，更新你。因为圣经有一种气力咱看起就是希伯来书第4章12节，讲上帝的道是活泼，是有功效的，比生命内的刀剑搁较快。甚至咱的魂、咱的灵、骨质甲骨髓，拢会当刺入、破开，连心中的意念甲主意，拢会当辨明。意思讲，上帝话会当更新改变你的心思意念，将你整个的人换心。所以，咱来明白有这个功能，你要为家己读圣经，伫每一遍读的时候，圣经的话就感动你，带来改变。这才是圣经真实的对你的作用。你要得到福气，你的确爱安尼做。安尼要安怎互圣经伫心中动工？后礼拜我会讲较详细，但是今仔日要大家讲一个意念，就亲像这个做诗的人同款，咱爱惜爱较无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话语，规日不住的思想。你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肝。亲像咱拄则启用所讲的，将上帝的话放伫咱心肝，免得咱得罪伊。你将一个人的话记伫你的心，你就会想到这个人。
前一阵我去看医生，医生甲我交代讲吼，你若要个，你若要较有健康的身体哦，你毋通啉汤啊，吼，叫我毋通啉汤啊。所以你敢知影？我即摆吼，你照3顿少念即个医生啊。因为我逐个要食饭，我想讲啊，即个医生甲我讲，叫我毋通啉汤，我毋想着毋通啉汤了，我阁想着即个医生啊。相反，你若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心肝，提醒你的时阵，你着时刻去想着上帝。咱生活中间就是需要安尼嘛。你生活中间咧做啥物款的决定，要做啥物款的决策，你爱想讲上帝会安怎做？你有啥物款的行动，求上帝来帮助你。你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心肝，上帝就时常甲你伫地，为你的生命带来快乐。咱今日分享的信息到这，后礼拜咱要继续看圣经要安怎为咱带来福气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大的恩典，你透过你的话来激励阮，来更新阮，来改变阮。主，阮愿意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中，互阮心中充满你的话，透过安尼来得到福气。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。阿门。